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日是一年一度的父亲节，伫这所在来大声，恭祝咱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永远享受上帝所赐予的平安、喜乐、甲丰盛。今日的信息叫做父亲。你很重要，父亲，你很重要。咱大声来做伙来讲述上帝话。圣经是记载伫创世纪第5章21节到29节。创世纪第5章21节到29节，咱做伙来看。伊诺活到65岁，生了马土沙拉。伊诺生马土沙拉了后，甲上帝同行300年，有阁生囝查某囝。伊诺总共活365岁。伊诺甲上帝同行，上帝就将伊接去，伊就无伫地。马土沙拉活到187岁，生列伯。马土沙拉生列伯了后，阁活782岁，并且有生囝查某囝。马土沙拉总共活969岁才死。列伯活到182岁，生一个囝。甲伊号名叫拿阿，讲这囝要安慰咱，因为耶和华甲咒诅地，互咱做工劳苦。想要说，咱做伙同心来祈祷，全能慈悲请他满满慈悲，我愿感谢你的恩典，小赐互我每一个人拢有爸爸，也通过爸爸伊为阮所付出的，互阮更加体会上帝你的恩典甲疼痛。主啊，主你做你是阮祝福。帮助阮，特别伫这个庆祝父亲节的时刻，互阮搁一摆来想念，曾经为着阮付出，真辛苦的老爸，搁求主你来纪念因所做，也小事互因心情的勇壮，互因搁有气力，搁我靠上帝有较大影响力。来诚做事实祝福，主啊，对主你帮助，互阮遮个做爸爸的，会当更加坚定伫对上帝你的话，用上帝你的话来管教、来教育、来引带带领阮的事实，或者事实拢一代传过一代，互因能当应许上帝你的形象。互上帝你的名得到荣耀，让侪侪人因为阮来得到祝福，从今早起的敬拜全然把你仰望，互讲的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愿人感恩恳求，拢是奉靠耶稣叫献出来恳求，阿门。现在咱即刻要来听一首诗歌，一粒麦子。一粒麦子。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丧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
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主耶稣就是他所比喻的这一粒麦子，他用自己的死来救赎所有的人，他把永恒的生命赐给了每一个相信他的人，他把天国的福音，把真理的种子撒在了人间，种在了人们的心里，结出了许许多多的颗粒。主耶稣不但把自己比作麦子，也把属他的信徒比作麦子。我们每一个跟随主的信徒，都是这许许多多颗粒中的一粒。让我们想一想，自己是放在瓶子里的一粒麦子呢，还是那埋在地里成为生命种子的麦子，发芽成长，结出了许多的颗粒。如果我们不让旧的生命埋在地里死了，我们如何让属灵的新生命去成长和结果子呢？爱惜自己的生命是我们人的一种本能，我们都想要好好的活着，只是一个是世间属肉体的短暂生命，一个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永恒的生命。我们更应该在乎和爱惜哪一个呢？生活里有很多事占据着我们的时间和精力，比方说工作上的事、家里的事、自己的事、别人的事、名利欲望的事、吃喝玩乐的事，还有呢烦恼忧愁的事。除此之外，也有很多人占据着我们的心，比方说孩子、伴侣、亲友等等。如果我们把自己所有的心力都用在这些人和事儿上的话，我们哪儿还有精力去顾及神的事呢？哪儿还有心思去在乎自己属灵的生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一定要记着自己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一定要爱惜神赐给我们的这永恒的生命。我们不能再像还没有信主的时候那样的活着，我们要效法基督，要像主耶稣说的那一粒麦子一样，看上去也许是微不足道的，可是只要我们愿意做种子埋在地里，愿意奉献自己，愿意付出，愿意为主而活，愿意为主所用，那么象征着我们的每一粒麦子都会带着主所赐的能力和祝福，结出许多的颗粒，然后这些颗粒再生出新的颗粒，这样属灵的生命永不止息。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次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一粒麦子，它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不论过了多少时候，他仍旧是他自己。他若愿意让自己被掩埋、被用尽，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主
境。他若愿意让自己被眼泪被拥挤，就必结出许多子粒，经历生命的奇迹。像这咱在拄仔所听迄首诗歌伫个所在你讲起，食要若无落入土里，若死犹原是一粒；总是若死就要结实累累。我想今日伫这所在，咱今日在庆祝父亲节，因为疫情关系，咱不得不用线上礼拜。所以有缘也互咱会当伫这所在通过安尼的一个敬拜，也互咱来向咱天顶阿爸爸献上咱感谢，也向伫咱身边的咱的时代，咱的爸爸，也是咱遮做事者会当对遮的爸爸来表达对因的表达对因的一个感恩的心，伫这中间，要一摆恭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今日跟大家分享的事实，讲父亲您很重要，父亲您很重要，我感谢您陪我长大。感谢主，互咱。拢有一个疼咱的老爸，咱要做伙来分享，这个父亲节，咱要伫这所在，要通过这个话，伫这中间上帝话，做伙来思想，也互咱会当对上帝话来这个开力。因为咱要庆祝父亲节。我咱看见这做老爸伫囝儿伫遮逝世的生命中间，因得扮演的角色到底是啥物？我相信老爸也好，老母也好，因永远是做儿女，因心中有一个真重要的角色。圣经安尼讲任何基督的。师傅虽然有一班，做老爸却无做，都因为我第保来讲，因为我基督耶稣的内面，伫这中间用福音来生你，来生你。保罗伊安尼讲师傅业体有真多。甚至搁一万，总是做老爸却无做。这是甲讲起啥物？就是甲讲起讲，这学校的老师也好，因永远无可能取代做老爸的角色。教会牧师、青少年的辅导嘛，永远无可能取代做老爸。老爸，因是敢只有供应这逝世因的日常的这需要，而乃是爱伫这做逝世成长过程中间发挥迄个真重要的影响力。甚至伫这中间爱有一个真好的一个。身教有一个好的模范，通互这逝世的学生，也透过家庭、透过老爸，互这囝儿逝世，对这世界有搁较深的情捌。
即摆咱伫这所在咧讲做老爸如果若无去引带、去带领来影响这时阵是世界，还是实在，就会来带引、来影响咱的时势。而且就咱看见伫第四世代阵时，德国的希特勒，伊捌对当时这伊个国家的青年、青少年来讲，免烦恼，恁无远景，恁无未来，我互你远景，我互你未来。恁做老爸，我会当做恁的老爸，所以就带领这个青少年，带领这个伊个国家的百姓，伫中间做侪。互这世界受伤的事，即摆伫这中间，咱看见就是老爸角色非常的重要。父亲，你很重要。如果咱若无好好扮演好这个角色时，世界还是实在就会来了，就会来了。即摆伫这中间，咱有人安尼讲，有一个问卷调查，安尼伫遐安尼写吼。即摆伫这中间，我咧看见讲，这问卷调查伫遐咧讲，咧问讲，你希望你的老爸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当然，伊有真多的选择，有诶，我问我老爸是一个负责任的人，是一个了解基督的人，是一个愿意伫个基督诶真重要的场合，拢会当无缺少的人。那即摆伫这中间，咱看见儿女成长的过程中间。老爸角色是无法度通取代吼，所以伫咧中间，咱而且来看，讲即个，咱有人安尼讲，当个现成的父亲吼，当个现成的父亲，会当伫咧中间比做个称职的爸爸容易多了。为什么？因为现成父亲，再个现成父亲就是，伊可能很强的吼，因为为什么？因为伊有可能伫这中间，拢无好好来扮演伊应该有的角色。伫这中间，咱看见伫咱的社会，有真侪现成的父亲。有儿女总是无尽到做老爸责任的这个，无好好来教导教育，好来引带这时势这个父亲，伫咱这世代就是一个现成的父亲。现成父亲很容易，总是伫中间都比一个称职的爸爸容易多了吼，容易多吼。所以伫咧中间咱看见就是，任何做老爸、做查甫人的，拢会当成做老爸，但是要成做一个好爸爸，却需要有较侪付出、努力甲牺牲。像咱拄仔所听迄首诗歌，伊哩麦子，伊需要踮咧涂骹内底，伊必须要牺牲家己。伊必须要伫咧所在牺牲家己，伫遐付出，才会当看到结实理解到他哋嘅成果。那即话伫这中间，咱来看，讲一撮个安尼讲，老爸常常会甲遮囝儿讲的吼，即个统计调查安尼讲。这做父亲的常常讲一句话，
即句话我慢慢讲过来吼，讲你去问你妈妈吼，你妈妈来讲好就好啊，吼，所以这也难怪讲亲子的关系，有影时这老爸甲囝儿的关系，吼，远远比不上妈妈跟小孩的关系。这个有一届爱家协会，有办一个真特别的活动，伫这母亲节的前夕吼，因准备真侪卡片，下到2家角，结果效果非常好，因去邀请这受刑人伫母亲节进前，会当甲因的妈妈写一块卡片来表达因对因的孝念，对这妈妈的一个感恩吼。无拍算这活动非常得到非常大的一个回应，卡片全部写了吼。因为这个活动太有意义，所以这个爱家协会因伫迄年因就安尼想讲，若安尼父亲节嘛咧办同款活动吼，嘛准备一块卡片，搁起来到同款，而且同款内底，或者受刑人来写这卡片，互因的爸爸吼，总是结果得到的回应是人真正的回应吼，就是因拢表示兴趣缺缺。这小当人员就讲，真奇怪，像妈妈回应遮尔大，要叫爸爸的吼，兴趣缺缺。后来了解起来，有2个原因啦吼。头一个原因就是，这受刑人知因的老爸伫倒落啦，所以要寄，不知道爸爸在哪里，这信怎么寄？有可能爸爸甲因拢无联络嘛，所以。也没有人关心他们嘛，所以等于刚刚来对啦，所以要叫爸爸嘛，唔知爸爸过来他了。第二个原因就是，伊讲就算，伊讲我写也无写，我的爸爸伊都不会在乎啦。所以你寄伊来等咧火车上，不在乎啊，我写去创，所以。咱讲任何的男人都会当加做老爸，对好的爸爸，伊需要有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努力来牺牲。所以伫这个中间，咱看见就是，要咱将做一个好爸爸。我想今日。伫安尼一个庆祝父亲节时刻，咱无法度通实体礼拜，线上礼拜，做是嘛，互咱有安尼一个机会，都居家在家里嘛，会当伫咧中间，现在咱嘛做伙来思想，现在有一寡人未做爸爸，未做爸爸的也是一寡。只愿伊永远都无法成做父亲不过咱会当成做一个长辈，所以咱也要通过今早日咱伫这所在，咱所看这圣经人物，就是伊咯，伊甲上帝三个行，所留落的一个模范，伫这中间来。带来祝福甲影响，来影响咱的儿女，影响咱的晚辈就像这个 PPT 做你儿女的好父母做你后辈的好长辈好长辈，咱伫这中间用安尼来认定一个心志来。诚做施舍，诚做咱的儿女的祝福甲好影响，
警察机关做了分2点，头一点就是起诉二路吼。伫创世纪5章21节，这所在讲伊洛伊外口65岁生马土撒拉，伊洛生马土撒拉了，甲上帝同行300年，还有生囝查某囝。而这中间，互咱来看就是，圣经伫这所在，互咱看到就是，伊洛伊当时甲上帝相合行。就是当伊做老百姓，当伊生马土撒拉了，迄是伊生命一个转捩点，因为伊是马，儿女是上帝所收受的产业，毋是伊会当拥有，毋是伊讲唯我独行，讲我伊牵涉在伊必须要用。上帝心意来照顾上帝所予伊的产业，这是伊感觉真重要的一个说明的证明吼。圣经安尼讲伊洛伊甲上帝同行300年，阁有生囝查某囝。而这所在，这意思到底是啥物？这意思就是讲，伊洛伊用上帝心意来教育伊的儿女，用上帝心意来教育伊的儿女。这所在，咱讲伊阿摩斯3章第3节讲，两个人若无同心，要同行，所以在上帝相行时，必须要甲上帝同心嘛吼。伊伫这中间，为什么伊要甲上帝相行？因为伊现在讲要教这些老爸，要教育囝儿，要伫咧所在将上帝交予伊的产业，伫咧所在好好来培养的是，伊伫这所在，伊必须要甲上帝同心，只有上帝心意来教育伊的儿女。迄即摆咱嘛，互咱想着，伫今仔日这个世代有真侪咱做父母的，咱常常是用咱家己的心意来教育咱的儿女，咱常常是用咱家己的心意来教育咱的儿女吼。伫创世纪第4章、第5章，咱有看到两个族谱，两个家谱。这家谱一个是该阮的后代，一个是叫做赛特吼，为圣约翰跟塞吼，赛特伊的后代。伫这中间，这两个家族，来讲这两个后代，真无共款。伫这中间，咱看圣经记载就是该阮伊的后代。拢记载伊第一章最先手，有人讲伊那像中国什么有巢氏啊吼，什么最下的花名家吼，拢是这个该阮的后代，伊伫第二章进入先手，拢记载这些中间，所以。这赛特伊后代，圣经拢无写因有啥物款的成就，但是即摆伫这所在，圣经所写啥物？圣经拢是写因活偌济年，因活偌久。为虾米圣经那会写？上帝就是要互咱通过这个去看到，就是这两个家族，上帝看迄个。看到是人的生命吼，人的生命。当然，以赛特或者伊后代里，有望真正真大成就。该阮伊后代所成就的，伫第二章所成就者，其实相当无写，
写着因的生命缘故，就是因伫上帝目睭中都不算什么了哈，等于是没有哈。所以咱第一次来看，上帝通过这个圣经记载，用两个工作做好，也出来表达说，上帝伊个看重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人的生命。才写讲亚当伊伫130岁时生一个囝，形象款式甲家己真三真像，伊就甲伊名号做赛特，就是瑟。讲这个瑟，亚当正伊写讲亚当是上帝，照伊形象款式做的。所以有上帝形象款式，这个赛特，佮有亚当的形象款式，伫这所在咧表达啥物？这所在表达是讲，上帝生命就是爱咱，照着伊的形象款式来教育咱的囝儿女，或者上帝形象款式一代通过一代，伫这所在咱看。这相反就是该问、该野果，刚放了，野果就怀生了伊咯，这伊咯甲咱拄仔咧讲迄个甲上帝同行300年，伊咯无共的吼。所以伫这所在咱看见就是。该问就为着伊起一座城，嘛把这城名用伊囝伊诺的名来号。这所在，咱看见下呢写讲，该问，互咱来说就是，该问伊伫这所在，是为着伊儿女。来起着，伊咯是起着儿女，但即摆咱是为着咱的儿女咧起着吗？这该为伊为着伊的囝儿，伊咯，当这伊的囝儿在细汉的时，伊就知伊的老爸有为伊起着城，而且用伊的囝用伊的名来号。这是另外一个，伊咯伊是安怎起着伊的儿女，而这所在咱看见就是，伊家伊的囝号名叫做马托萨拉，这马托萨拉的意思，把咱讲啊真不可思议的吼，哪有一个人？会甲伊的囝号做马托萨拉，即摆咱好在就真少听到，咱教会有人甲伊的囝号名叫做马托萨拉。咱希望咱拢真爱长会受，咱看见马托萨拉伊是非常长会受，咱嘛真想要活真久，所以是无人号做马托萨拉。教会刚才咱常用听的是，有人号做大卫，有人号做大彼得、约翰、约瑟、保罗，有侪无人号马托萨拉我人捌听过。剩下即摆这所在，互咱了解就是马托萨拉伊的名意思就是。死的时，审判就到；死的时，审判就到。但即摆咱伫这所在，咱看见，这马托萨拉伊是人类活上久的活969岁。所以伫伊名的内面，咱看见，伫伊名的内底。永远带着一个死，
伊个名内底永远带着一个审判。伊个意思，这名的意思就是伊死的时审判就到。咱看伊这老爸是我遐有智慧吼，得到上帝我遐大一个启示。当伊生这囝了，上帝就启示爱甲伊个囝号名叫做马托萨拉，意思就是讲伊死的时审判就到。那即摆你知这是什么意思？这伊个名有死，当伊9岁时，伊就知伊有一天会死；当伊90岁时，伊嘛知伊有一天会死；当伊99岁时，伊嘛知死有一天会来临哦。所以，伊知影伫地面上的这物件有一天，拢无法度通早走，拢是我的吼。所以我毋免一直伫遐追求世间这暂时的物件。毋单是安尼，伊迄个思想就是伊的名，搁有一个审判，死的时审判就到。这若亲像圣经内面所写讲，人若有一摆死。死后阁有审判，但即摆如果咱每一个人，咱如果咱用像马托萨拉安尼一个心态来活咱的一生，咱拢知影咱有一天咱要面对死亡，咱拢知影咱面对死亡了，咱会有审判。如果咱拢用安尼一个心态来活咱的一生，我相信。咱的世界会变了更美好。伊就是用安尼来去做伊的儿女，因为实在知影，今生的这物件拢毋通想过看到，因为有一天，当咱离开世间的时，这物件无一项是咱会当早走，但是有一项物件咱爱早去。是当咱面对上帝审判时，咱要想，咱要早啥去高效吼？咱要早啥去高效？该阮的后代伊追求的是俗世成就，总是失去了迄个属灵的生命。我想咱有真侪做老爸，就照着家己的心意来拥有咱儿女。但转忽略上帝的心意，就会带出安全结果，就是检查咱的囝儿女，伫世上拢真有成就，总是却失去了更较宝贵的物件。这赛特的后代，因属灵的生命就是因上大的成就，因的后代就是。培养出来就是一个敬虔的生命，所以因清楚知影，伫世间要安怎来扮演迄个好的角色，有一天拢会死，死后有审判，要高效，要高生效。那即摆伫这所在，咱看见，这就是照着上帝心意来去做儿女。这就是甲上帝当行的老爸，伊所留头一个模范，互咱来学习的。咱来去做咱的儿女。第二项甲咱做的分享就是，这个甲上帝当行的老爸，伊伫这所在，互咱看见。第二项互咱学习就是，伊而且来监察伊家己。监察伊家己，圣经写讲，伊生马托萨拉了，就甲上帝同行300年，搁有生囝查某囝，伊总共活365岁。
总共话360个。咱即摆伫这所在，常常讲甲上帝三角行300年。咱即摆伫这所在，咱咧想，要安怎会当甲上帝同行300年吼？咱直接看伊，伊是一个常常感谢家己，伊甲上帝关系，伊甲伊的太太关系，伊甲伊囝儿的关系，伊一生中间，当决定要甲上帝同行时，伊就拢无自赞啦吼。迄即下咱伫这所在，咱看见，即讲甲上帝同行300年。这段经文是咧甲讲起啥物？讲起有时咱的人生拢会起起落落，咱的生命、咱的信仰忽冷忽热。但我相信这毋是伊洛伊的生命吼。这个所在，咱看见伊洛伊甲上帝同行300年。总是我嘛真正相信，伫伊洛伊的人生中间，嘛拄着人生的低潮啊吼，嘛拄着艰难，总是伊要甲上帝同行。我想，这写讲甲上帝同行300年，并毋是伫咧说来讲，伊拢无迄个人生的低潮，毋是。就是伊会当伫这个中间来常常感谢家己，会当甲伊的这个属灵的包装吼，甲伊拆卸下来。迄种感谢咱诚做一个基督徒，感谢咱做一个做人习惯、做人老爸母的，感谢咱拢有咱的包装吼。包装，伫这中间，互咱来看就是，如果伊若常常伫太太面前，装作伊是一个少年伟人啊吼，伫迄个儿女的面前，常常哇是一个高不可攀、多么崇高的父亲，我想伊若伊无度通甲上帝同行300年。伫这中间，互咱来看就是圣经保罗伊安尼讲，吼，伊安尼讲，伊讲上帝安尼甲伊讲，主安尼甲伊讲，有我的恩，你就到遮，因为我的力是伫人的软弱来显出完全。所以我保罗讲，我更加夸口家己的软弱，通叫基督的力来庇应我。所以伫这所在，互咱前做知影就是，毋是伊乐伊搞，毋是伊行，他行哦，他都完美无缺，他都没有软弱，毋是，是因为伊会晓感谢家己。伊前做知影，伊有软弱，就像保罗伊讲的，保罗讲主来讲有伊的恩，伊是到遐，而且软弱要伫耶稣基督的内面，要伫迄个中间，讲上帝的恩，要伫迄个说来庇应伊，讲通叫基督的力来庇应我。迄即摆咱人拢常常犯错，咱拢常常会甲咱的一寡错误伫咱的事实面前来掩饰啦吼，迄个好亲像咱拢真有真好的表现，吼刚才咱伫中间，互咱安全来想就是，有时咱安全想，咱有时嘛会讲袂出，有时嘛会做一寡袂当讲的代志吼。所以伫这中间，咱伫咱的事实面前，拢爱真讲伫。就是他这面前拢表现出哦，咱拢好亲像圣经共款，了亲像拢真完全吼，拢无任何软弱。迄即款随常时，
正是圣经的教导吼。上帝咧完全在讲，咱是会有软弱，所以是咱会当倚靠伊主的内面来刚强吼。讲上帝咧落伫人软弱时阵咧，显出完全，显出完全吼。所以伫这中间，咱有主刚才咱拢会当看到迄个缺点的时，就亲像迄竿仔吼。那装水的竿仔，若有垃圾啊，就上帝咧，互咱伫遐常常用伊的话常常来检验、来监察咱，互咱会当甲遮个垃圾来清掉吼，毋是伫出来好像就暗淡啊，讲阮拢无问题，拢真完全，拢真有能力吼，因为毕竟咱拢是人，伊拢嘛是人，保罗嘛是人，牧师嘛是人。咱拢是人，咱拢有咱的不足吼，所以求上帝帮在主说伫咱，互咱才会做老爸，互咱伫这中间拢会当常常监察家己，有这甲有会当调整，就像娱乐常常来讲，还有进步的空间啊！这些所在来做修正，来进步，会当伫个所在，互咱。甲迄个小人的包装来采取起来，有一个作者伊安尼写在分析，讲如果生命当真心来过吼，伊咧讲的意思是讲，如果我来当搁一摆来做老爸的话，伊有上书伊会做吼，上书伊一定爱做。头一个就是更加爱我的太太。伊讲，有时伊感觉伊无够也爱伊太太，而且中间要担任一个老爸甲学习，伊必须要更加爱伊太太吼，去创造一个疼的家庭甲环境，互伊的子女会感觉有安全感。你像有时伊这作者伊咧回想讲，有时伫过去囡仔个细汉的时，伊会有时甲伊的太太冤家，伫中间好像就家庭拢充满真大的紧张性，囝儿嘛会看心讲到底，毋知互爸爸妈妈甲遗弃无家庭才破碎无，所以有迄个无安全感所以这作者伊讲，如果若要当真心一摆来做老爸时，我更加爱我的太太，来塑造一个疼温暖的家庭甲环境，互这囡仔细细会当有感觉有安全感。第二项，伊讲我较侪来鼓励我的子女啦较侪。有时咱常常讲，咱常常拢有咧鼓励咱的子女，但事实上有可能咱是咧打压我们的儿女牧师前段来讲就是，有时咱拢真爱提当年勇，我嘛常常会啦会甲囡仔讲爸爸当时成绩安怎阮班上考第几名安怎走路有风，拢伫着咱做诶讲一寡当年勇。讲老爸，像你即摆这年纪是早就独立了从来没有让阿公阿嬷也为我操心，不但在读册，搁去拍工，搁做家事，搁欠钱，考试常常拢是精参的，这是讲我这是讲有时咱拢常常会伫世事面前来批判，
来讲这当年用。我当时安怎我遐骨力吼，我遐财经当我遐安怎为着家庭付出。咱即摆伫这所在，咱有时咱讲这话，咱感觉咱是咧鼓励咱的囝儿女。可是有时，当我都通达到，迄时，我倒是互伊灰心丧志吼，是咧打压他们。所以，互咱拢常常来思想，常常来思想。第三，这所在伊讲爱敬加亲近上帝。伊讲，如果我今日若搁即摆我做老百姓，我爱伫我家庭中间来去做迄个敬加熟练的环境，毋是常常为着这时势来祈祷。牧师嘛常常会讲我为着我的时势来祈祷，来甲伊祝福。但这所在讲，毋是爱为着我家己来祈祷，为着我家己来祈祷，会当互我成做儿女亲近上帝模范。在儿女来看，我老爸伊面对这环境的时，面对挫折，面对侪境遇时，面对侪困难时，伊是安怎咧甲上帝志向？安怎咧经历上帝？安怎经历上帝帮助？你中间为着咱的祈祷，求上帝帮助，互咱会当留落一个水的模范。我安尼咧亲近上帝，上帝安尼咧带领甲祝福。咱即摆，咱是不是会当用家己的身教家己的所行所说伫个所在，将做一个模范来教育咱的儿女？咱是不是一个自吹自擂的老爸？常常是一个会让自我反省的老爸。咱是一个会当甲上帝同行，留落一个好的模范，讲伫中间亲像这赛特同款，伫中间伊伫个心中有形象，有上帝形象款是伫个心中。你即摆伫这中间，咱虽讲咱有软弱，但圣经人讲，我什么时阵软弱，我就什么时阵要变成最高富。咱拢要倚靠上帝来变最高富。那即摆，咱的儿女现在养菜，无拄会当理解，咱是安怎会安尼做？所以有一天，当先生知影，当咱决定咱要甲上帝三个行，咱要成做一个甲上帝三个行的老爸，来用上帝心意来引带带领咱的时势时，咱即摆后来咱得到，就因为安尼，就要带来一大祝福，咱的儿女就会掠咱甲上帝三个行。正做一个榜样，因为安尼培养出来的后代是一个敬虔的后嗣，是一个蒙恩得福的后代。咱求上帝帮助收所伫咱，特别伫伫安尼一个世代，特别伫安尼一个有最境有最挑战中间，咱求上帝帮助。是有所伫咱，互咱每一个信靠上帝嘅儿女，咱拢会当来学伊个同款，甲上帝同行，伫这中间，将即个形象一代一代传递，将上帝心意，用安尼上帝心意来培养咱的时势，或者时势拢正做敬虔的后嗣，拢正做。蒙恩得福的后代，咱就来感谢来祈祷。虽然主安感谢你稳定，主安讲你，伊是怎样甲上帝你同行，伊怎样伫咧中间，伊安尼去做伊的儿女，用照着上帝你的心意，伊安尼去做。主安看你。
伊嘛是人，伊嘛有软弱，总是主你互伊会晓常常来检查家己，调整家己，互上帝你来调度，你来引带，你来带领，是通带出一个敬虔的约束，一个无稳定的家族。主我嘛欣赏，我嘛意爱。恳求主你帮咱是阮所，特别伫这世界，最人毋捌主，最人照着家己的关系来为着基督来祈求，有最伫家中的成就，因伫遐掠咧夸口，总是因做不了，有一天拢会离开世界。有一天，我拢爱对主你来交涉，我来对上帝来交涉，阮到底要摕啥物来交涉？光顾做你是阮所帮助阮，小做阮有对你遐来智慧，咱圣洁的日子，互阮得到智慧的心。我带上阮每一个上帝的家日，将这每一个做父母的节日。拢全面把你个问题去处理，主你来引带转啊，是阮所留阮，互阮会当行出了解上帝所行的人生，互上帝你虽然阮诚做阮的后事，诚做后代晚辈的祝福，嘛诚做这世界祝福。安尼感恩恳求，靠主耶稣的圣名而阿门。所以这有所一点来做报告，还有一寡代祷事项，以及一个方向，咱做伙来看。代祷事项，咱也为着咱有主感谢主的问题，互咱这伫台湾的疫情拢有愈来愈好转咱求主帮咱继续来过去广告遮个伫第一线医护人员，搁有就是或者疫苗会供应会当充足为着遮事来祈祷，搁有就是咱也求主帮咱以咱的小量方面。有真侪遮个人性的遮个错误，搁伫遐咧打击遮个政府的遮个工作人员伫咧出来造成国家的伤害，咱求主来怜悯，来帮助因，互因会当紧紧来得到，会当大家拢有单纯的心志为着咱国家。为着咱百姓，伫这世界咱拢来做守望祈祷。第二就是咱也为着咱社会的祈祷对咱真抱歉，就是本来拍算讲8月初来当来做实体的礼拜，总是无拍算，搁伫中间有一寡的条件所以在这中间希望讲。伫8月初到了，这疫情会当搁较好缓，爱当这规定会当搁放松互较侪人会当来参与咱求主帮咱牧师嘛真正期待讲已经甲咱遮久无见面有真侪人嘛真望讲来到的敬拜上帝，咱求主帮咱咱为着遮事来祈祷嘛互咱伫即段中间，虽讲无多通来敬拜上帝，总是咱有缘会当伫咱生命中间常常来经历主，拄着主我做主，也会当以主为乐，像即摆互相来关怀，互相来关心代祷，连接，咱求主帮咱，互咱拢无散去拢无散去。咱求主帮咱，互咱会当较开阔来为主从这较侪为着较侪会得到福音的遮
即个同胞还是讲咱亲人吼来代表，求主帮咱互伊有机会通经历主的恩典吼。好，咱为着一寡身体欠安，还讲严重的兄弟来祈祷，检测有诶无啥建议吼，咱知影咱为着伊祈祷，咱就对为着第四者牧师吼，连玉华牧师娘吼，还有即个慧明兄吼，邱明姐感谢主的恩典吼，现在伊我有听，系讲伊倒来伫迄个伫咱社头吼，伊倒社头，伊希望去即个园区吼来看医生吼，这是真感谢的，伊马上跟遭遇关心这天花兄甲刘信这因的信用吼，但是看到太师姐妹妈妈吼，这是真感心。伊得到福音，这个上帝恩典就要较紧，把这个好消息吼报导出去。求主纪念伊，嘛帮助互伊伫原基做计药所做治疗吼，拢大功效，伫迄出来，互伊到比较有出息感吼。求主来收所伫手里这，过来为着岳山同学来祈祷，嘛求主来帮助，互伊伫这个家庭中间吼，会当伫迄个中间受培养做像伫未来嘛会当有真好诶整洁出来表现，咱求主收所这个家庭，求主常常从伊诶恩充满伫即个岳山因诶家庭中间吼。即个食弟兄的家庭吼，过来也为着常常兄祈祷，求主帮助，常常兄伊我看到伊讲，都检查拢有问题吼，咱就求主帮助，就照伊所宣告吼，拢该成就吼，互伊变成问题吼，也为着天花兄，为着即个中国兄吼。在长辈在中国祈祷过来就是咱也为着文宏兄祈祷文宏兄是迄个小孩子的先生伊因为车祸比较有弄登去那求主帮助互伊会当有好回嘛当有机会通经历主的恩典经历主的情嘛当甲小孩子共款全家拢会当有机会来成做小主的家庭求主帮助伊互伊能当当心当行当行这条真路。过来也为着苏小姐伊的手来祈祷非常的收缩过来也为着即个柳树姐妹即个柳树姐。伊是一个无得的姊妹，求主帮助。因为我做人做实体的礼拜，所以咱也求主求主帮助，互咱伫祈祷中常常来纪念遮个新人软弱遮个长辈咱拢求主帮助伊互伊会当变成平稳满伫新生活。过来咱我消息报告就是，今仔日。是咱教会天主前面一个父亲节是讲用线上礼拜这是因为咱都咱伫家庭中间家和拢来建设也通过这信息，主来帮助咱用上帝话来祝福咱，互咱拢甲上帝当行，咱真做一个蒙恩的好的家族伫个所在来迎行的。求主帮助也伫所在要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大家拢享受上帝所收受的平安、喜乐，甲丰盛恩典满满咱求主帮助，是阮祝福。好，第二就是咱总会有来函讲即个中央疫情有为。3级感染2级感染2级伫这中间要请教会来当来配合
是顶礼拜有报，就是官府伊有规定讲，咱若要开放这个实体礼拜，牧师就爱伫7天内互伊做快筛，是去做这个 PCR 的阴性的这个证明来备查，咱都可以记得中，有做房产，咱毋嘛后礼拜就当做实体的礼拜，牧师嘛记得讲，咱8月前到过了。看证明，如果若免去做快筛，就卖做；如果若一定要做快筛，这个7天就要筛一次啦，牧师嘛去做，为着了，互咱大家当来教会做实体礼拜。来，有做房产咱大家拢保护家己，保护别人嘛，保护咱的教会我听讲，台湾的太平间教会嘛，因为安尼。防范防范，咱要做房产，互咱拢会当伫这个中间，拢会当坚信讲是降级，但是不解封。目前毋嘛讲卖食做一个破口咱毋嘛如果咱若是会当伫咱这这个疫情好完时咱来教会，咱会当伫个所在抱着一个喜乐心来敬拜上帝。做是嘛，把咱的防护措施做好，咱居住房产有规定讲，爱做没法做才会规定，咱种靠伫规定中居住来监管行事过来就是，所以咱顶礼拜到这礼拜2摆礼拜咱就是拢嘛用迄个线上礼拜无实体咱无听。咱可以记得了，嘛，咱后礼拜咱可以记得了，后礼拜会当疫情搁和缓甚至伫个所来讲会当解封互咱来做实体的礼拜，互咱当今日相对稳定，是这样的方式过来咱为着是我财务，咱的财务人员有。这为咱开始做线上礼拜是俾提醒，就是因为是我遐咱无当来做实体的聚会、会甲礼拜，但是咱拢有奉献，免怎就是伫厝的准备一个奉献袋准备一个信封袋，咱甲咱这段时间各人各位要奉献，拢要放在内底，咱会当。来做实体聚会时咱就把咱的奉献拢起来到伫中间，这是头一项，咱会当做就是会当通过安尼累积把这个奉献起来到上帝伫个所在应该讲伊伫这段中间咱有要对上帝表达这个感恩第二项就是。咱会当如果讲会当摕去打电话伊会去甲咱客安尼这嘛种方式就是会当甲伊讲拜托伊客还是咱摕去因厝互伊安尼营业要互伊啥物咱莫因为讲无聚会咱全变做嘛无咧互伊会好在就这个咱无厉害你即摆。这是咱一定最好的一个方式啦咱居住房产，互咱拢会当继续持续不断伫有一摆方式就是，有一摆人说因安尼做伊就是以迄个邮局用迄个汇款的转账加有迄个账号，咱嘛当把这个咱要奉献的金额伊个买条讲到底是啥物人奉献咱打电话是用咱甲如美长老讲，还是甲牧师讲买菜，牧师就来转达咱就会来根据咱的收报，还是秀伫咱这个 PPT 的点名，互咱知影加上讲捐得乐意是神所喜悦的你这样居住房产，互咱拢会晓知做一个长人感恩的人。咱拢会当奉献来捐得乐意
因为安尼是一个上帝欢喜，当然奉献的是袂减少，上帝是搁上较大问题，收所伫内，这是咱顶礼拜的奉献，若有毋对，咱请咱敲电话也是讲，甲主袂知影，我也是甲牧师讲，互阮来做见证安尼非常的收所来纪念，而安尼真艰难的中间，大家我做咱做实体礼拜的中间，其实牧师嘛已经会着，有真侪人这伊是真甘心一定咱拢来付出，拢来奉献，伫迄个教会的欠缺这顶面，因伫迄个所在的保护，非常的纪念在这个所做，假讲爱接住财宝着天命因为讲伫地面上有，因为伫天命这糖袂来加嘛袂sau叶，袂生鲜嘛袂有头但即摆咱会奉献就是接住财宝着天命，当这奉献二手金钱奉献，就是咱伫时间顶面的奉献，咱是必然关怀这个顶面的奉献，伫家庭中间所付出的咱拢会当也同咱通过咱所做诚做一个奉献，但是即摆咱要接住财宝着天命，咱用啥款材料来接住？有啥物款材料要去天顶的厝底？咱求上帝帮咱收束伫咱互咱拢会当伫这中间来经历最后咱会伫咱这道了会听一首诗歌，就是佛出爱。即摆咱毋是歌手听听的，为什么听？为什么走是信仰好亲像只是知影，我拢知影，迄种互咱真正伫咱生命中间来活出这个听，活出爱，将上帝的心意伫咱生命中间活出来，互人看见咱就看见上帝互人看见咱就经历上帝有变满满，通过咱诚做来听话，咱做伙来领受上帝比天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地上帝正道，甲圣神相通，拢甲咱每一位上帝家己三同在，互咱拢亲像伊路同款，甲上帝三路行，互咱拢会当照着上帝心意来去做咱的之路，常常来监察咱家己，互咱拢诚做敬虔的后事，互咱会当诚做人的祝福，也诚做荣耀上帝的祈求。咱安尼感恩恳求，都是奉靠耶稣的圣名恳求，阿门。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享受
葡萄